一直關注緊複式單位嘅朋友啊，呢條片你千祈唔好錯過。珠海三冇會員店鋪全新加推呢一個3+1房啊，複式嘅嗰一層50幾個平方米，全部贈送俾你啊！究竟係咩發展商邊有咁樣嘅實力可以咁樣做啊？門口啊，呢個區域係你自己可以使用嘅，私密性可以同埋尊貴感咧非常之有啊！門口入嚟咧就係兩段式嘅廚房啦，仲帶咗一個曬衣晾曬嘅陽台俾到你。呢一次嘅裝修標準都全新升級咗啦，道格拉斯嘅呢啲瓷磚啦，漢斯格雅嘅衛浴啊，連埋呢啲護牆板，但今日全屋獨立控制嘅中央冷氣都係交付標準俾到你。呢個陽台都夠晒大啦，20幾個平方米接近啊！睇住一線嘅城市景觀啦，仲有3000萬打造嘅貝爾加倫嘅園林啦，都係一個非常之唔錯嘅 view 啦。再返嚟我哋呢個房間，交樓之後係一間小房間，你可以喺呢度飲下茶都非常之唔錯。公共洗手間就喺呢度啦，漢斯格雅嘅衛浴都係交付標準。第二間房間就喺呢度啦，主人房。夠晒大未啊？帶咗套間嘅設計啊！但係今日全屋中央冷氣都係交付標準俾到你，3冇即係5分鐘唔到都可以去得到啦。上面複式全部係贈送俾你哋，我哋事不宜遲啦，一齊上去睇下究竟有幾大。嗱，而家我哋就上咗嚟啦，50個平方米呢個位置全部贈送俾你啊！而且你可以坐2間房間都冇問題，呢個櫃都整好咗俾你啊！睇下呢個真係總統套房先有嘅標配嘅衛生間都整好咗俾你，一邊就係廁所，一邊你就可以洗下浴。呢浴缸漢斯格雅又係標配俾到你啦，真係相當嘅誇張啊！呢度去到3冇僅需要5分鐘唔到嘅車程，去到華發商都5分鐘就可以搞掂啦。去到港珠澳大橋人工島以及港北口岸10分鐘左右嘅時間。感興趣嘅家人們可以喺評論區 call 個耀字，我係小雅，點個關注帶你睇樓。